到新闻的现场，咱咧讲行出状元。屏东这个少年家今年29岁，叫做罗炳干。本身因为对农业的过敏，为农园系出业了后，就开始研究种有机的瓜仔年。头一年因为开收济钱了400万，落尾参加屏东县政府的农业大学学习农业的行销，可以开始有知名度，嘛开始趁钱。即马一寡有机店，也有出名美国式大卖场，拢会当买到伊的产品，一年生意有上千万。 今天才收的，然后有一些东西等下就要出去了。那内底瓜仔年拢生甲足水的，遮个拢要销去有机商店，甲有名的美国式卖场，农民靠遮个瓜仔年营业额成千万。3。透早来到瓜仔年园，看到的全部拢是少年人，因拢是负责种瓜仔年的员工。带队的是29岁罗炳干，伊种瓜仔年赚成千万，靠的就是有机两字。 是跟一般惯性的农法，其实在种都差不多啦，就在于说我们施用的肥料是有机肥，然后我们用的易肥也是自己浸泡。为种到收成拢有标准的流程，坚持唔喷农药，就是因为伊大学读农园系，对农药过敏，得用心来研究有机种植。头一年了400万，落尾参加屏东县政府的农业大学去学农产经营，和规模愈来愈大，嘛找更加侪少年人做回来种瓜仔年。 每天跟他工作起来就是很有活力啦，然后很有精神，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农业的职场上。参加县政府的课程，学农产行销，透过网络创立家己的品牌，把名声做出来。敢若一天就会当出产一栋的有机瓜仔年，透过鼓励农民学习品牌行销，嘛改变传统的农业的模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